新北市高中生的命案，台人的查甫同学甲西人的查某同学，目前拢收容伫少年观护所。有学者是指出讲，资料统计，少年犯对矫正学校出来头一档有5成的学生会搁再犯案，未来搁再犯案的比例嘛有8成。矫正教育的效果应该爱好好检讨。少年人为偏差行为，高高风险搁较犯罪，这违法前后的辅导甲司法安怎判？因为最近新北高中生的命案，搁再引发社会讨论。中正大学犯罪防治系教授林明基表示，是怎家庭暴力甲性侵的案件，会当做搁再犯罪的评估，少年人再犯的风险算无法度做。少年的低、中、高再犯危险评估量表，这个东西其实一定要做啊！我本身就在做家暴跟性侵害的评估量表，这一部分本身没问题。你给我2年的时间就可以把他7年的再犯率算出来，2成有2成的做法，7成有7成的做法，就很清楚啊。专家表示，以加中管再犯的评估做依据，相关单位按程度去对应。针对这件代志，司法院暂时无回应。不过表示，2月初一开始，6都的法院会试办保护管束风险管理行动方案，选定专招少保官，提升甲行政机关联络的效能。可不可以增加保护官的人力？否则就在法院里面增加社工师，增加一些心理师，协助我们的保护官积极的去辅导孩子，因为这是孩子最后的一道防线。台湾照顾管理协会因有理事长钟淑慧，以行政中学111年的资料做例，离开学校头1年，大约有5成学生会搁再犯刑事案件，有2成学生会搁再互人受压。离开学校的时间愈久，搁再犯刑事案件的比例达到8成，3成6个学生会搁再互人受压。伊认为现行的矫正教育成效可能无好，前端防治会当参考日本各地警察局设立少年中心，提供少年人咨询，联络可能搁再犯案的少年人甲干部认定作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